佢呢一套咧係1905年嘅。呢個係大概60磅到，完整一套咧係50張嘅。我只係買咗10張，因為有陣時咧你要明白到買呢啲卡咧，你要買成套咧好貴嘅。Edmond 係古物收藏家，佢收藏咗差唔多3萬張煙仔卡、糖果卡，有啲仲面世超過100年，大部分都喺 eBay 一套一套咁買翻嚟。我哋而家好似開盲盒咁，睇下呢本係關於咩？呢個係1908年嘅，喺巴黎博覽會嗰度咧，呢個英國嗰個攤位嘅。係呢個咧就唔係香煙卡、雪茄，呢啲係較為貴啲嘅。喺1870年代，為咗防止包煙仔被壓爛，煙草商就將一張硬卡紙攝喺包裝入邊。呢個無心插柳嘅舉動，開啟咗一個集卡嘅時代。之後嘅糖果、香口膠、茶包，甚至連番梘都出埋一份。佢嗰陣時1970年出嘅糖果店嘅，呢個就派牌啊。1970嗰陣時嘅香煙卡已經冇咁流行㗎啦。呢個叫賣茶嘅，好出名嘅英國 Bond T， 呢就舊款嘅車啦。呢個係1956年嘅，錘仔幫韋斯咸啦，阿仙奴利物浦。佢唔食煙又唔食雪卡，點解儲咁多卡呢？靚同埋合眼緣咯。其實買下，其實係咪上晒癮咧？你但係斷癮得好快啫，好你再買都係咁嘅啦。你仲買得乜？我自己同自己講都夠啊。